讲到赖清德，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今日早到到艋舺龙山寺去参拜，吸引真侪支持者到现场，针对党内初选伊嘛做回应，来听伊安怎讲。我是民进党党内最具打败国民党候选的人选，所以我希望民进党支持者，或者希望捍卫台湾、维护台湾民主的所有的人士，都能够站在胜利是最高的价值上面，能够支持我。我参与这场初选，我已经公开多次讲明，我会进行君子之争，希望打一场典范级的初选。虽然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波折，我都把它当作是淬炼自己意志力的事件，让我未来有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。赖清德重申伊本身的立场，当时嘛伫致辞时讲，生伫台湾，死伫台湾，要壮伫台湾，甲台湾共生死、共生死，这个讲法，有媒体问讲，这甲高雄市长韩国瑜之前讲的偌大声明，敢若真诚？赖清德接受访问的时，解释讲，伊比韩国瑜更加早讲。